另外，疾管署伫进前有预告讲，咱国内新冠疫情伫过年的前一礼拜会上界严重，所以嘛建议乡亲伫即阵爱紧去注意风险。也毋过即马是风险讲，去年底到会的 Novavax XBB.1.5 这款预防针，有一寡预防针无合格，咱已经要求厂商换货，所以目前欠货。地区一寡医疗诊所已经暂停开放预约 Novavax 的预防针。 国内第五波新冠本土疫情升悬，3个月以来，累计超过500例新冠死亡病例，和新冠疫苗出现抢咧做的现象。也毋过，即马所传出，去年底到会 Novavax XBB.1.5 疫苗大欠货，民众想要做来做袂着。基层诊所预约的名单已经写几张啊。 因为有预约的民众，所以几乎都一定会打完。然后还有一些民众，他们其实还在我们的预约名单，但是他们苦等无疫苗可使用。那诊所欠疫苗，台北荣总台新光顶医学中心也陆续伫官网发出公告，即礼拜59起暂停预约注 XBB.1.5 疫苗。对此，疾管署表示 ，Novavax XBB.1.5 疫苗9月46日报挂机，其中16.5万剂无合格已经要求换货，目前厂商已经补件送回来台，当地食药署进行封检检验，预计拜五放行，上紧后礼拜2就会配送到医疗院所，互民众注疫苗。 第二批大概是16.5万剂啦，哈，那我们大概预计大概下周2应该就可以开始配送，哈，那医疗院所应该在这个周末结束之后，陆续就会恢复这个网站上面可以让民众来上线来预约。 疾管署有告，这波疫情下伫1月底2月初达到上高峰，但是确诊上看1.5万人，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赶紧注疫苗。那根据统计 ，XBB 疫苗累计已经注108.2万人次，其中注莫德纳有104.4万人次，注Novavax有3.8万人次，两种厂牌拢安全有效。12岁以上民众，请选择一种来注。6个月以上91岁儿童是只限注莫德纳 XBB 疫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